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5月1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南北提出的总统弹劾案，立法院56票同意，50票无同意，否决一案。行政院宣布0到18岁专庭支持方案，要来抢救照镜化。基隆市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的案例，一个住伫新北南口40多岁查甫人伫家人候鸟鼠啊咬着，5月初日发病，加在接触者无症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仔去南韩访问，下晡会甲南韩总统李在明见面，讨论中东甲印太局势，两人嘛召开记者会。来看热清的总统明仔载就职完2天哦，立法院今仔是进行总统弹劾案的投票，这嘛是咱国宪政史上头一届的总统弹劾案。迄块征收条文是规定讲，至少要有70来立委同意，这案才会成立。投票结果即马嘛出来咯，同意票是56票，无同意票是50票，拢无到76票的门槛，弹劾案是无通过。特别到苗栗县出席白沙屯妈祖殡仪动土典礼，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今年予苗栗县的经费加28亿，嘛希望县长郑东景会当到3天，予总预算会当尽速通过。现在州政府总预算还没过我没有看到你出来讲请立法院中央政府总预算要过总统怎么看待今天立院的弹劾投票？同一个时间，立法院正在进行咱国宪政历史上第一摆总统弹劾案表决，时间点拄好伫赖总统就职2周年的前一暝。不过，根据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现有的113席立委当中，必须要有76席同意，弹劾案才有可能成立。不过，目前在野立委加起来拢总62席，这案是真歹下过。这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也是对国家施政的相关的这些表现最直接行使民权。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2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让全国国人能够看到。2023年赖清德总统开出的4大支柱已经是4大皆空那整天空话治国政见全面跳票。若要党团强调，就算弹劾案无法度通过，毋过嘛要留下历史记录，袂少人投票了后，拢甲票点出来。若民进党团嘛伫党团大会当中做出决议，做伙入场投下反对票。国人同胞现在在乎的是，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朝野一起来拼经济，来拼民生。那社会大众不希望看到的是，在野党这个拼政治、搞斗争。我想这个是大家不乐见的。行政院长戴荣泰是希望立法院伫弹劾失败了后，朝野之间会使过运和好，正义会使继续和解共生，找出上大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伫行政院长戴荣泰宣布无要附属在违法，那被立委就提案要针对总统赖清德来启动弹劾案。立法院伫去年12月2日表决通过提案，今仔是进行记名的投票。因为弹劾总统的门槛是立法院2/3也所以袂少人是批评讲，这个弹劾案注定失败，实在是无必要。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万婷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解破新闻就要带大家来关心咱宪政史上的头一个总统弹劾案。去年12月，行政院拒绝附属在违法修正案，在野党团都利用这个理由来提出要弹劾总统赖清德。也目前咱立法院的席次，民进党是有51席，国民党52席，民众党8席，也若无党籍是2席，在野的部分加起来是拢总有62席。所以，若是要提出总统的弹劾案，是上无爱有1半以上，也就是57个人。对在野来讲是真简单就通过。过来就要2/3以上的立委，也就是要有76个人投同意票，安尼才会来通过这个弹劾案。这就是今仔日伫立法院徛名投票的部分。若是顺利通过，安尼刷落来就会送去宪法法庭来评议。依法是至少要有10个人。要有10个大法官来参加，不过现处时是干那8个人尔，人数无够，因会使不受理裁定。当人数有够的时，超过2/3的大法官同意，安尼这个弹劾案就会来成立，安尼被弹劾人就会随互人解职。若是无够2/3，安尼无成立，伫咧赖总统的任期内就袂使阁用同一个理由来提出弹劾。今仔日立法院进行的，就是咱头拄仔讲到的决议的这个阶段。不过最后是干那56票同意，无够76票，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无通过。为头拄仔内容，咱会当知影讲，要弹劾总统的条件是真悬。有人认为讲，这自头至尾就无可能的通过，是挑工内部政治斗争。不过，有人认为讲，这确确实实是已经留一项历史记录，要用来检视民意。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将镜头交转给主播。感谢万婷哦，咱继续来看明仔载520是大总统执政晚2冬咯。行政院长邓英海今仔嘛宣布讲，会来推动0到18岁专程支持方案，包括用A假要改做育儿假，嘛当升到囡仔6岁，用的主体减税优惠嘛要互婚假、产假甲陪产假愈合理。按算后礼拜哦，会伫行政院会来讨论。外界嘛正关心讲，陈式会线稿两岸关系发展。邓英海嘛强调讲，伫主权无受到破坏的前提，两岸应该会当平等交流对话。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小甜点。甲法国修道院的电路可丽露摕起来，行政院长邓英泰强调，可丽露上定珍惜食物，而且需要耐心甲专业的电路，就甲行政院施政时阵会珍惜咱台湾人每一份资源。19行政院举办520记者会，为着应对少子女化，邓英泰宣布要推出0到18岁专程支持方案，为生囡仔、幼囡仔到教育3阶段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弹性的育婴假会升级为育儿假，到6岁之前都可以适用。另外，我们会推动育婴住宅的减税优惠。邓英泰强调，卖互婚产假、陪产假合理化，鼓励斗阵的2个人共同来育囡仔。相关的规划，预计后礼拜就会伫咧行政院会讨论。邓英泰嘛讲到，政府过去2冬完成3大重要工作。包括产业升级、劳工加薪水、扩大社会照顾，未来会推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希望企业赚钱，嘛要甲劳工加薪水。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3万元。对军公教的调薪，我们会在这样的前提跟原则底下，会进行思考跟研拟。也若全社会煞过，外界在关心台海局势的变化，邓英泰嘛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事实，不容改变。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事实跟现状不会改变，也不容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在台海地区、印太地区、南海甚至日本周遭进行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各式军演，破坏稳定的最大的根源。邓英泰嘛，甲中国话话，伫咧主权无妨破坏的前提之下，两岸应该要平等交流对话，包括咱台湾人期待观光交流，政府拢有准备方案，就等中国愿意用正式的官方管道做伙来沟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新北杨甲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卡辉，伫今仔透早4点去台北鱼市有台北市第一果菜批发市场做伙扫街拜票。2个人是批评蓝营推出的双北市共同治理，因是强调讲双北市应该是佮竞争、佮合作的关系，嘛应该爱提出无同的政见佮特色，才会当共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吕素川嘛呛讲，双北市共同治理已经真久了，认为讲新北杨对市政无了解。透早4点，天也未光，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卡辉甲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阳2个人头一摆斗阵，和双北的议员一大群人斗阵去第一果菜市场踅街拜票，佮批评讲国民党提出的双北共治。城市之间就像餐厅一样。那好的餐厅彼此之间其实也是既竞争又合作，在这样互相竞争比较之下，我们端出来的菜色一定最好。我们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才会1+1大于2，这样不叫做双北共治，这个叫做双北共好。2个人拢强调，双北应该是竞争、合作、斗阵行，拢提出无同的政见，双北才会当共好。我有一点惊讶了因为沈博阳可能不知道双北其实共治了好久，那原则上都做了相当好，所以我想他对市政大概都不清楚。也那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素川嘛把握时间走基站，
透早去立营票仓三重埔参加乡亲甲基层干部座谈会，选战愈来愈扯拼，绿空战嘛斗阵行。传出沈碧荣的团队内部有一套 AI 市面之锤，用 AI 去分析1999的中情，要甲蒋万安执政的时阵10大市政名媛分析出来。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贵马来反击。如果在他上任到现在2年的时间之内，他有早一点想到用 AI 的手段，他早就可以提出国民之锤来好好的监督赖清德政府，因为他是立法委员，是立法权，他应该要监督他的行政权。沈碧荣就回应，主要是要先做统计，加上各地机关的意见加入了后，才做出区域的差别分析，两边拢互相整合，才当知影市民上要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昨美国受乌嘛影响到今仔台股是个继续落，台积电今仔盘中上价是落到2205块，是落35块。今仔收盘是落716点哦，收伫41175点，目前是面对4万点的保卫战。分析师是表示讲，虽然台积电的股价最近是受到地缘政治和川普言论的影响，也毋过中期来讲，半导体产业的基本面嘛是真好。今年是恐惊无520大起的行情咯，也毋过刷来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要举办咯 ，AI 相关供应链的股票应该嘛是个真乐观。另外，中东战争敢会引起通货膨胀，和美国联准会敢会个降利息，这拢会对台股来造成影响。再来看，基隆市昨下晡出现一个汉他病毒感染的案例。基隆市政府伫早起是开记者会来说明讲，已经大消毒了。市政府指出讲，这是一个住伫新北市南口40多岁的查甫人，伊伫基隆的做事4月初7去互鸟鼠夹着，5月初2发病。新北市卫生局嘛表示讲，这个案今仔出院，考出的11个接触者目前拢无症状。基隆市环保人员伫咧市区4个位啊展开大规模的清消作业，因为基隆市府伫咧18下晡去用通知讲有汉他病毒的个案，是一个住伫咧新北南口40多岁男性伫咧基隆食头路。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最后还是跟大家要说明一个这个病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这个个案疑似伫咧4月初7清理环境的时阵发现鸟鼠，结果无细致去互鸟鼠咬着伤，5月初2就出现发烧、左白等等的情形。他在当下是在协助做那个区域的清洁的时候，有看到老鼠，那他还是有想要去协助做灭鼠，所以他是在主动做灭鼠的过程中才被老鼠咬伤。新北市卫生局已经证实，患者预计伫咧19日出院，嘛已经伫咧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加11个接触者列入观察的名单，目前拢无症头。第一个时间接到这个通报以后，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目前为止，新北市一切都还在掌握当中。基隆市府特别呼吁民众，若是发现鸟鼠，千万唔通用手夹抓，应该通报市府执行清消甲处理。也若针对汉他病毒的病理特性，医师就表示，因为暗做期真长，较好诊断。潜伏期最长可以到2个月，所以其实它很难诊断的。大部分都是比较轻的，都是像类似感冒，就是有发烧、肌肉酸痛。因为汉他病毒主要是吸到也是吸到有病毒鸟鼠的尿屎，医生就提醒，伫咧整理环境的时阵，一定要甲喙暗、手笼挂好势。若是出现疑似病症，就要赶紧去病院，而且主动讲捌和相接触过，才会当避免病毒外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一个48岁查甫人，15月时因为主教和68岁的妈妈骂讲伊无菜单，伊煞凶凶掠讲要举菜刀开因老母，妈妈阿妈棍甲手是拢着伤。嘉义地方法院是指出讲，这嫌犯有几啊届家暴的记录，要杀妈妈罪嫌重大，已经裁定收押。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受伤的查某人赶紧送到病院。嘉义县的大拿10号发生后生摕菜刀攻击老母的事件，迄当时厝边听到大声喊救人的声音，两名打电话报警。听着真的很恐怖，他儿子听起来是站起来啊，然后他妈妈就急得就把心就喊救命啊救命！警方获报后立即赶抵现场，依家暴现行犯逮捕林姓犯嫌，
并通报消防队将伤者送医。全案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伤害直系尊亲属、杀人未遂等罪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现场共一名女性伤者67岁，颈部6公分刀割伤，意识清楚，给予相关处置，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警方调查，母仔囝因为主食咧冤家，48岁嫌犯不满老母讲伊无头路，佮浪费电钱，情绪失控，才摕菜刀攻击家己的老母，加在老母送病院，暂时无生命危险。厝边就讲嫌犯别若啉烧酒，就会甲老母来起冲突。虽然唔捌对厝边安怎，但是也是感觉压力真大。一喝酒可能情绪不好，会针对他妈妈。跟他妈妈时常吵架。对，跟他妈妈就人讲厝内代志，但是邻居住隔壁，伊袂去伤害别人。这拢到老岁啊，伫遮哪像讲，拢算住伫遮心情较好个迄落。因为这安尼你就变做讲有一种压力，当时半暝嘛困袂去，当时要掠狂嘛唔知。被告之前有多次对被害人为家庭暴力行为，足认被告有反复实施家暴犯罪之余。本院考量被告酒后持刀攻击母亲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及被害人生命安全等情节，认为有羁押的必要。家己地方法院表示，嫌犯有承认攻击母亲的事实，无承认有杀人的动机，但是对摕菜刀的过程，甲母亲的讲法无同。目前专案会交由检警进一步来调查详细过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要掠毒品，海巡署甲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来合作，自114年10月开始，已经掠到14件利用身躯甲行李来偷炸毒品跨国运毒，嘛查到真侪海洛因等毒品，市价是超过新台币8000万哦，掠到无共国家的嫌犯计共22个人。新的运毒的方式层出不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体的运毒。以及行李夹藏的一级毒品海洛因，也是个案层出不穷，我们坚定打击。对外面会当看到运毒的外国人哦，甲海洛因等毒品是藏伫行李箱仔内底，嘛互掠毒的人员敲到。海巡署是强调讲，目前掠到的14件跨国运毒扣押毒品哦，是当来提供77万人来使用，危害是真大。再来看这几档哦，特别是拢有食毒赛车案件。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4月都有4725件食毒赛车，是比去年的同期增加2.7倍。内政部今仔早起嘛宣布食毒赛车的新制度，那喙内的快胎阳性得当现场抓起来，食毒赛车嘛会当来做预防性的羁押。交通部即马嘛按算讲要来加重食毒赛车的处罚。食毒赛车的代志是常常发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2026年1月到4月查到472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7倍，显示食毒赛车的问题是真严重。内政部警政署拜二宣布，食毒赛车防治新制度正式就路，要加强毒品防治的力头。降低交通安全上面的风险的时候呢，警政署可以说是展现了相当多的这个量能哈。那同时呢，我们在源头打击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在今年第一季，对不对？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警方指出，这摆新制重点有2项，头一个是引进喙内毒品的快筛，若是伫现场验到阳性，也是拒绝检测，唔免搁请示检察官，都通伫现就按照现行法来逮捕。另外一项是配合刑诉法的修法，把食毒赛车列入预防性羁押范围。5月15开始实施。针对有食毒赛车记录、行为异常等有高风险的人，警方都通甲法院申请羁押。那交通部讲，未来嘛建议加重食毒赛车的处罚，要加重罚款。那我们也会同车连坐罚，那加强强制的尿液裁剪，那也有包括说如果是吊销驾照，我们要重新考领的话，都还要有戒治的一个依据，我们才能重新申领考照。除了新制就路，内政部警政署嘛宣布，会甲交通部、法务部、甲高检署等机关下部会合作，阻挡毒品的流通，甲食毒赛车的风险。共同守护个人道路交通的安全。记者高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信徒的警察咯，别讲偷袭真侪去报案的查某人，已经互高雄地检署起诉咯。这个警察嘛已经互免职处分。
也毋过最近是阁有受害者出面来指控讲，这警察咯假做讲要看空气，甲闭路器关起来，爱烫衫翕相。也毋过因为相片已经抬掉咯，所以这案检方是以证据不足无起诉来处分。今仔内政部长刘世芳嘛强调讲，会要求高雄的警方来照性别平等的法规来加强警察的教育训练。对着我的臀部跟属膝部还有大腿私密处，就是拍摄了非常多、非常久。头迄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后田目kro红怀疑出面控诉，家己案件无得到起诉。高雄一名头前员警爆出伫办案过程当中偷翕几啊名报案女子，佮用 AI 合成裸体相片。高雄地检署侦结了后，针对头前男子偷翕6名女子，以违反个资法甲成影伤罪嫌起诉。头前男子也互人示头路，毋过怀疑指控伊嘛是受害者，表示迄当时甲男朋友有肢体冲突。报案了后，姓涂的员警到现场处理，用莫影响其他房客的理由，将房间门锁起来，佮警察办案，要看有受伤无，乖外里烫衫，做指定的姿势配合翕相。删除手机照片23张，执勤密录期间关闭密录器2次，当天开启手机项目高达42次。不了解就是我的案情这么严重，然后被判不起诉，其他人却起诉了，被起了公诉，那我的案件呢？天道何在？怀疑不管家己案件上严重，煞互人抬相片，证据拢无去。案发到今已经要2档，一直到这个员警互人起诉甲示头路，警方才来甲伊联络，态度散散。目前已经申请再议。另外，头前男子伫案发了后，把伊特训资格调往分局警备队，互人质疑出代志，阁有通保头路。高雄市警局是回应讲，检方正式起诉了后，就随甲头前员警态度，嘛会派专人继续关怀被害人，提供必要的保护甲协助。性平的教育的话呢，我们还是会督促，就是高雄市警方要按照我们性平教育法或者性平工作环境的部分呢，跟我们的现职的员警做性平教育的教导。对被害者质疑警方执法无够精壮，刘世芳强调会落实性别平等工作法，检讨执法定数，加强性别教育。高雄市警局嘛表示会检讨内部管理机制，追究主管人员的可监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新地地检署侦办新地县的公河去考诊所，请无医师资格人来帮病人治疗，佮诈领健保费。地检署是以违反医师法起诉诊所的负责人等5个人。诊所已经关门，连看板嘛拢拆了。新竹县公河喙齿诊所进行爆发，聘用无合格医生执照的人替病人进行医疗行为，而且佮诈领健保费，不法所得拢总875万6,000多块。新竹地检署对姓柯的负责人等5个人提起公诉。经比对病历、健保资料、诊所日报表及收费记录后，本署认定负责人及不法从业人员共5人，均涉犯医师法非法执行医疗业务、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及共同诈欺取财等罪嫌，本署依法提起公诉。根据检方调查，自称医生姓严的查甫人，虽然有伫国外摕到去考系毕业证明，但也未摕到台湾的医生执照。新竹县卫生局提醒民众，大家看病时一定爱选有合格的医生，才有保障。依照法令规定来做后续的了解或者裁处那为维护县民的就医安全我们卫生局也持续来执行基层诊所的督导考核严格的来把关医疗机构的品质。新竹地检署表示，负责人除了聘用无合格资格的人来看诊，甚至制作不实病历诈领健保，唔但破坏医疗专业甲健保制度，也让病人伫唔知影之下承担医疗风险，所以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东县政府之前宣布讲，5月初1到12月初5，连续伫台东带5暝，一暗晡饭店是当来补助2500块。也毋过业者是发现讲，县政府的补助预算已经用了咯。也毋过县政府是爱业者莫紧张，嘛强调讲会搁找其他的经费来推出其他的补助方案。未少台东的旅宿业者这2天看到台东县政府5月初推出的义务未尽方案，连续带一间饭店5暝就补助2500的奖励。不过，不管自由行游客还是旅宿业者要上网登记，拢出现经费已经开了活动提早结束的信息，非常的失望。我也跟会员说，7月后要斟酌一下，因为经费还是有限的。那后来没想到就是还蛮踊跃的。
官府原本投入这项补助的经费，干那250万，不过太侪人登记，过来加105万，总算300万。效果是不止也好，有部分旅宿业者质疑，官府既然要刺激观光，经费就应该加编列。官府表示，因为补助的规则是经费开刷的重点，目前先结束登记。不过，若审核旅宿业者提供的核销单据了后，有剩的钱也会并入后一期的旅游补贴方案。那我们审核机制就是由旅宿业者来提出申请，那他会提出申请书，还有旅客连续住5天的收据或发票。原本旅宿业者估计会带5枚游客无济，想袂到开放申请无到20天就开了。希望县政府未来阁推出这款补助方案，爱好好计划，避免游客甲业者拢官护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南韩访问，今仔早起对东京的羽田机场出发，伫台湾时间11点左右已经飞到韩国的大邱机场了。高市早苗是穿一套朴色的西装对开登机行落来。伊会去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安东市来进行2天1夜的访问，两人积极保护埋开2场的会议，来讨论中东甲印太局势，嘛来针对因2国的合作甲未来关系发展来进行交流。双方按算讲会来签署强化能源安全保障等文件，嘛会来说产业甲通商政策对话的机制，嘛会做伙开记者会。来看加州南部的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当地时间18晚到的时发生枪案，有3个查甫人死亡，2个青少年的嫌犯开枪了后，亲像嘛家己自杀，2个人是拢死了，计共嘛造成5个人死亡警方初步是认为这是受婚犯罪。美国总统川普嘛讲，这是一件真恐怖的案件，会严肃来处理。规大阵警察包围加州南部圣地亚哥的伊斯兰中心，现场嘛经由封锁线。当地时间18晚到11点50分，2个分别是17岁也个19岁少年的开枪，致死3个查甫人死亡，其中一个是清真寺的保全。警方接到报案4分钟内底赶到现场，伫咧这中间，伫附近嘛传出枪声。根据了解，是一个剪花草的人向开枪，毋过无着枪。警方伫附近另外一个所在发现这2个少年的好亲像是家己自杀，2个拢已经。Because of the Islamic Center location, we are considering this a hate crime until it's not. And at this point, we're go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FBI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matching all the resources that we need for this investigation. 警方派50到100位的警察伫清真寺，也有附近的学校，逐间来清查，甚至弄门入去，要求附近的民众大家留伫咧室内，一直到发现犯案的车辆，也有2个嫌犯的遗体，才宣布威胁解除。现场的警察无人开枪，因迄天有真侪家长伫咧学校外口要来接囡仔，警方认为讲向开枪的保全可能是为着保护大家性命，才会调枪来过往。I mean, it's very, very frightening to hear that. Especially knowing that it's this close, to where I live, only a few houses away. 美国总统川普去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已经有收到消息啦，嘛讲这件代志实在是足可怕。It's a terrible situation. I've been given some early updates, but we're going to be going back and looking at it very strongly. 根据官方的介绍，圣地亚哥的伊斯兰中心是圣地亚哥上大的清真寺。中心内底有说学校提供伊斯兰研究，也个学习古兰经的课程。若发生枪击案，详细原因，警察也个咧万过求证。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一个跨国组织进行的海洋普查，用1天的时间，经过13届全球的调查，结果是发现1121种海洋新的物种因为全球各有9成的海洋生物是还未互咱人类发现，所以目前嘛透过一个全新的数位平台，望讲会当利用新科技来进行海洋的保育。由跨国海洋组织发起的海洋普查，第1天内启动13届完整航行，卡车下过南极洲、日本近海、东帝汶、澳洲甲东非结膜的海域等地，发现有1121种海洋的新物种，包括人讲的幽灵山的银虾，伫日本深海发现的强生轮塘，阁有这个看起来无生动物，煞会利用球体掠甲壳类的食物来食的乒乓球海绵生物。另外，阁有其他的物种，亲像酸蚵、金马、虾
虾类、海胆、甲海葵等，拢是海洋普查的新发现。科学家表示，即届发现的物种数量虽然真济，不过这只是占咱唔知影的海洋生物的冰山一角。Less than 10% of species have probably been discovered so far, leaving 90% of unknown diversity in our marine environments. The species is kind of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 of that, and if you don't have names on these species, it's very difficult to study and protect them. 3年前启动的海洋普查计划，由日本企业甲英国海洋保育组织 NECTON 基金会发起，佮联合各个海洋科学组织，借着高科技的潜水设备甲分类学家的协助，前往偏远的海域进行探索，来弥补人类对海洋领域认知的欠缺，拟定海洋保育研究的方针。Every species in the ocean is contributing in some way to the life system that makes all life on Earth possible. We as a single organisation cannot operate at the scale and the speed which we need. We hav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根据英国的科学验证证书，新物种对发现到得到正式的名称，平均需要13年半的时间。这代表真侪物种伫互人正式宣布进前，就面对灭绝的风险。海洋普查计划所摆建立全新的数位平台 Nova， 和新物种的观测数据会当随互人登录，佮公开共享，来加速海洋保育的脚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综合规划甲环境影响评估已经审查通过了，等个等行政院核定，按算上紧2029年动工，2036年会当通车。也毋过，今仔有民间团体是公布一份民调，指出讲有超过60%的民众是认为讲，若北宜地铁会当来解决宜兰塞车的问题，因是未支持高铁的方案。高铁延伸到宜兰岸，当日等待行政院核定，未来南港到宜兰新站大约20分，路线大约60.6公里，建设经费3521.8亿。过去铁路局对沿线民众进行调查，显示开发案得到当地79.6%的支持，原因主要是交通较利便。不过民间团体委托顾问公司进行调查，结合电话访问，甲实际到宜兰大溪、宜兰市罗东三大场站进行实体问卷，纳入地铁甲高铁方案比较了，超过60%民众支持地铁方案。在政府的民调里面，那个民众作答的时候，他所知的资讯其实是不足的。这个我们在过去一直有强调说，我们的这个高铁一直都有资讯不透明的问题。我们可以全面性看不同区域的民众对旅运的需求，然后我们要同步的去思考，不同的旅运它基本上所提供的方便性到底是什么？学者分析，数据反映民众评估交通建设的时，更加重视利便甲好转车，会当提供政策的讨论，纳入无共旅游方式甲符合民众的需求。经交通部长何振旦指出，高铁延伸宜兰岸决策的理路是新定案，这个补丁数高铁单点转型模式，唔那无解决宜兰交通问题，搁何在地发展实行？宜兰最可贵的就是它有很早以前它就有一个均衡的城乡发展，那么现在你反而把它集中化以后呢，造成整个大家都要做2次转乘，以及在开发上面剥夺了其他地方的机会呢。高铁延伸宜兰岸一直受到质疑，铁路局回应，计划相关的数据由专业团体评估，规划申告所列的总经费已经纳入基地建设甲车辆购买的项目，呼吁各界提出具体正确的数据，来促进公共议题良性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溪州乡一间日照中心，亲像有路被毒的菌株感染。有意外是指出讲5月13开始有14个时段胃肠无爽快，佮发烧哦。卫生局嘛讲，因14有接到通报，嘛已经有收集检体会来化验。即马日照中心是先暂停止营运咯，进行消毒甲清洁，上紧21会重新来开放。时代体伫病床看起来真无爽快，有议员表示，一顶礼拜接到民众通报，讲厝内80多岁时段伫彰化县溪州乡的日照中心，疑似为着诺罗病毒出现走北的情形，一问才知影是菌株感染，拢总有14位时段出现症头。5月16的时阵吼，咱的老宝贝的家人因为他的老宝贝到了我们的日照中心。结果回家以后就开始有这个腹泻的状况连拉了5次。彰化县卫生局指出，这间日照中心大概收容30位的时段，因伫14接到通报，讲日照中心出现走北的菌株感染，遂派人员去现场稽查，进行环境消毒，怀疑是去为着诺罗病毒，拢总有14位时段出现走北、发烧、脚无力等等的症头，目前检体已经上验。本局在长期祭祀接获日照中心通报疑似腹泻群聚。
随即指派防疫人员进入机构进行疫情调查，发现有14位长者有症状，疫情初步研判怀疑是诺罗病毒感染，随即进行环境大清消，并立即停课。卫生局表示，过去诺罗病毒较接发生伫有大麻服务的长照机构，即届是头摆发生伫日照中心，感染控制会较复杂。未来会要求日照中心，若有一个人出现走别的镜头，就通报，加强隔离。目前这案无阁增加胃病的人数，上紧伫2日日照中心就会重新开放。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台南市东区忠义黄昏市后，路边有一挂红色、青色塑胶厝仔，附近的住户甲烦恼是讲，因为水沟拢无在清味真歹，佮常常有鸟鼠甲家蛇，所以才用塑胶厝仔甲水沟盖的。市政府是表示讲，伫拜五进前，因会来提出改善的方案。因南市东区忠义黄昏市到市立病院这搭行，车路所有挂青色、红色的塑胶店，实际甲拍开来看，下面竟然是水沟挂。附近部分的住户含店家怨叹，这水沟当年拢无清，内面规油垢含臭味真重。国不其中，大家就安尼用塑胶店甲水沟挂盖咧，实际行去市场内，反而是认为市场附近有臭味是难免的。另外嘛有反而讲，逐工暗时8点收档了后，拢有专门的人来洗。都有臭味啊！这水沟就用迄砍掉的哦。系啊，对啊，阮一点拢爱砍掉的啊。啥拢讲？拢有臭味啊。你会冻袂掉，敢会冻袂掉？会啊。人咧水沟啊，公司拢有咧清咧。最近有困扰，就是这味的部分还是？我也无闻到啥物味，你啥物困扰？水沟比较有味道。有味道。啊，右边比较没有。臭味互附近的住户挡袂掉，另外这边的反而坦白讲，看这是因为惊鸟鼠和家蛇出来爬走。面对地方的环境卫生问题，有明代是屁向市府拢无积极处理，甚至对准年开始针对清沟的问题，前后拢总提案误解，要求市府就要清理。不过煞到担有缘地表无治本，伊要求市府应该就要随启动第2预备金，赶紧买专业的设备。家蛇啦，鸟鼠啊，而家走来走去。好，所以恁得烦恼讲会影响，所以恁得家砍起来，来加走。后续将盘点整个环保局清沟机具的数量，争取预算来购置。那此外，环保局也有委外的清沟的合约，必要时将调度清沟车投入清理。目前全台南有19台清沟车和18台高泥车，主要负责道路切沟的清运。丰台期正前，因嘛讲会针对地势低、高饮水所在加强清理。那市府这边有要求环保局和相关单位校正勘查，答应拜五正前会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大树地寮储水站的附近是红墩80栋的旧山，2堆是亲像粪扫山，已经5档拢无做处理。外界是真烦恼，讲会去污染到水源。环保局本地是讲，因为爱保存证据也毋过桥仔头地方法院是强调讲，已经无保存证据的必要咯。即马环保局嘛讲会赶紧要求行为人把这个旧山拢处理掉。包括一捆一捆蹲干那山的旧衫裤，都蹲伫咧高雄大树竹寮储水站的正后尾。因为所在偏僻，毋但附近农民无人知，就连在地议员嘛是去会勘看到，一问才知影，这住111年就互偷倒伫遮，甲打蹲5年啊，审判的行为人113年就互起诉。议员讲，迄附近有甕泉水，甕扫一吨就是5年拢无处理，衫裤顶悬的泥料若是倒落土地，敢袂污染水源？经过5年了，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他回答我什么？因为要保存证据，你要保存什么证据？要保存5年呐、这是水源保护区。第7核专署在干什么？目前由侨院审理中，为加速场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那环保局讲有证据保存的问题，大连水利署第7号传署18A案嘛发新闻稿强调，案件也在审，爱保存证据才无清掉。不只个桥仔头地方法院讲，将来都无证据保存的问题。所以从收案时起，就命被告等人尽速清理，从未以尚有证据保全为理由，要求不得清理。而被告等人也已提出清运计划，并送环保局审议中。粪扫山蹲5年无清，讲是为了证据保存，相关单位一人讲一款，到底是倒一
大的联系做不好，若是无去理清，损失的也是民众的权益。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有民众哦，伫屏东的房山滨海步道，双手放伫栏杆的翕相哦，手煞正起，又搁红起、正起。公所是讲哦，这扶手的材质是玻璃纤维做的，因为已经超过10档咯，风化了后哦，煞会擦人，造成游客受伤。即嘛已经先封锁现场，会赶紧来改善。相片看到手骨规个用大布搭起来，避免搁去擦掉。当事民众答问讲，16下晡赛车要去垦丁佚佗，经过房山看到海景真水，落车行到边仔的步道要翕相，煞无想到手放伫步道的栏杆了后，开始出现擦擦的感觉。伊发现步道的栏杆顶悬有一层透明会反光的物件，因为互踩到的所在开始红搁肿，就赶紧先到枋寮病院看医生。先帮我做初步的打针消毒这样子。当下会决定要去急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就是刺痛，然后红肿跟发痒，就是看起来像一般的围栏，大部分应该都会手扶着围栏去做拍照这样。当事人讲，经过2天，双手刺痛的感觉有小可较消啊。答问引起袂少网友讨论。房山乡公所19随派人到现场，表示这个栏杆差不多做10年，是头一届发生这款情形。栏杆是用玻璃纤维强化塑胶做的。实际用手去扫嘛无代志，因为民众无向伊反映，所以无法度进一步了解发生的原因。白白物件有游客一摸就知影是玻璃纤维，拢讲这会穿爱洗衣。对啊，你说这可以去擦人，嘿，对啊，不会啊 ，FRP 的材质啊，它是比较耐候了，就耐热，它比较不会变形。你觉得这个玻璃纤维弄到手的话会怎么样？会痒啊，会痒。对啊，因为这个。或弄到肺里面会沉积在肺里面啊，是，对，这所以对人体是有害的。乡公所表示，若有碰到问题，会当通报，才有法度进一步处理。记者再去到步道，用贴布会甲白白玻璃纤维粘起来，用手摸会擦擦。民众认为日头拍玻璃纤维会落去，建议乡公所定期保养，避免囡仔也是无注意的人，搁去踩到。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桃园市的中华区哦，起真侪新大楼，有袂少的住户是反映讲，大楼地下室停车场的出入口哦，所拢设双黄线，因无法度设活，这实在是无啥道理。有议员是要求市政府应该爱全面来检讨。交通局是解释讲，伫路口20公尺依法拢爱画双黄线，所以未来大楼在设计出入口的时候，就应该爱注意。这车路的出口有画双黄线，互住伫遮的人想要转去，毋是爱违规甲下过，就是爱拍一段链，才会使驶落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大家拢甲机关头讲上下班的时间，这安尼要出入，实在是足麻烦的。大家都反映说，那个双黄线的部分其实是很不方便。你双黄线没有取消，等于说GI1街这边回来的没有办法转进来，会变成违规进到社区，就要绕一大圈。对，要绕一圈。接获蛮多中从化区的新大楼跟我们反映，他们在回家之后，因为有双黄线，距离路口20米的部分，他们必须要绕一大圈才能回到社区地下室。议员就质疑，这竟然在设计的时阵无注意出入口，是毋是挖路口伤近，互遮的人踏入去了后，要驶车落去停车场，才发现讲实在是足无方便。要求市府在审查建造，也有使用执照的时阵，就要较认真的。目前也有在这个交评或是建造预审的这个阶段，都要把这道出入口的这个安全性都纳入这个审查的范围。交通局表示，路口20公尺内底画双黄线，是顾虑车咧转弯的时阵风险较悬，希望会使用正弯出入的方式来减少风险。若后续有人来申请，会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来会勘，看有啥物所在需要调整无，或者是研究其他的方式来改善，希望会使兼顾交通安全，也有居民的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潭子清洁队哦，囤2800张回收的碰床，睇起来哪亲像万里长城咧。外界是真烦恼卫生的问题。环保局是讲哦，因为处理碰床的厂商长的定价表，嘛因为目前的体价较俗，所以拢无人来标哦。会叫清洁队先来处理，嘛来加强消毒。碰床长甲亲像山，斟酌甲看，竟然是排600米这么长。台中潭子的清洁队最近出现碰床排甲落长，自空翕的画面看落佫较惊人。这2800张的碰床都已经蹲伫咧遮差不多9个月，互大家感觉讲实在是无介清气哦。堆那么多哦，那如果下雨天如果有雨水积雨水之类的，蚊虫都会有吧？对，那样听起来就很不好。那阮遐水沟嘛是足济啊，这遐啰啰嗦啊，一样啊。
那都是水沟里面啦。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的统计，台中市一档有7万张的碰床爱处理，到今年4月为止，也有2万张的碰床停效处理。2024年清水的清洁队嘛发生过碰床蹲甲规大堆的问题，除了定期无药消毒，防止蠓虫生炭。另外，逐工嘛派2位的队员，人工去拆遮废弃的碰床，毋过速度是较慢，一工才会使处理20张的一般的碰床，或者是10张独立桶的碰床。那传统在处理在拆解上，它人工的拆解是速度稍微比较快一点，一天大概可以到20床左右。那如果是独立桶的话，大概是数量只有1半左右。相关的人力拆解，或者是我们会把它挪移到相关的战制厂这边来带破碎。那本局本来就已经有发包相关的机械破碎的标案，正在课证其实执行当中。环保局表示，废弃的碰床内底有一寡铁件会使回收，原本是予外包的厂商用机械来破坏。不过最近这铁的价数实在是真低，厂商收的意愿原来是无悬，采购按因此来流标，后续会改变标案的方式，卖增加机械破碎的数量，希望会使赶紧来解决这4月拢是碰床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火车头后站的人行停车场哦，有民众是指控讲，干那停车11分钟，煞得爱收1点钟60块。县政府去稽查嘛，发现讲，这个停车场的登记证嘛已经过期超过半冬咯，已经要求停业嘛罚3000块。也毋过嘛发现讲，业者佫继续在经营，县政府是表示讲是会当连续来处罚。车驶入去停车场停11分钟，随就驶离开，掠准讲唔免纳钱，煞去用算1点钟60块，这互车主实在是足袂爽嘞。停车人离很远，对不对？我只能看到那个半小时30元那个大字，那等于他骗我进去之后，他才跟我讲，他下面很小字有写1小时起跳。这是伫宜兰后火车头的停车场，最近发生一个消费的纠纷。停车场表示，现场拢有写，头1点钟就是用1点钟的价来算。不过车主表示，这写了伤细字，根本看袂清楚，气甲糊上网络。不过官府到现场稽查，发现停车场伫去年10月停车场的登记证就已经过期啊，违法营业超过半冬，所以要求因来马上来停业，嘛依照违反停车场法罚3000块。经过我们查证，这个停车场的登记时间已经逾期了哈。那我们查证以后，我们会依法对停车场的经营者处罚。不过，这间停车场到当也搁咧营业嘛，有袂少民众去遐停车，因为这个停车场就正倚近火车头，所以真侪民众都要去停。那部分的民众就希望讲，官府应该要赶紧辅导业者合法。非法应该让他赶快合法化吧。当然，如果可以，当然尽量合法会比较好。官府即马讲业者若无要停业，若准阁接到检举，就会去稽查，继续罚钱，而且会使一直罚。若是宜兰县府的消保官就表示，依照消保法的规定，这字就要写好清楚，嘛爱互人看会到，介绍是安怎，嘛爱互人拢知影，才袂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吉安乡公所开400万哦，要来征收图书馆，要增加儿童的相关的设施。也毋过民众就质疑讲，图书馆边啊已经有老人会馆哦，常常爱唱卡拉 OK 哦，已经真差咯。未来个设儿童游戏区哦，这图书馆哪可能会当有安静的环境通看册咧？吉安乡立图书馆因内真保强的工程，所以目前休馆。毋过开403万设的囡仔佚佗区，即马就伫咧图书馆后壁已经设好啊。外界就烦恼，未来若是开放，这囡仔安尼嬉戏叫，有可能会影响大家读册。毋过附近的民众讲，上界可怕的其实是咧唱卡拉 OK 啦。比较多的是卡拉 OK 的声，很大声吗？会啦，会比较大声啦。如果他隔壁不是图书馆的话，那当然是 OK。但因为图书馆它需要很安静，人家在那边阅读、读书的地方。公所表示，图书馆也有老人会馆，拢伫咧下路公园内底。依照公园使用规定，老人馆、图书馆拢是正常老百姓活动的空间，并无规定讲咧设置的时阵，都要考虑是毋是会有互相干扰的问题。图书馆的所在地就是我们公园的所在地，那公园限制上并没有限制说它的音量不能够做什么设施，那基本上平常的活动，包含到民众去散步、跳舞这些活动的行为，都是许可的。公所强调，图书馆的内进保强工程完工了后，包括隔音墙、隔音玻璃，拢会使甲这个声炸落来。若是囡仔佚佗区，会使提供互囡仔佚佗，或者是家长若读册忝嘛，会使来遮休困。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5月19日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嘛是77年前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的日子。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是举办白色恐怖纪念典礼，献花来向受难者致意。一个名字拢是已经逝世的政治受难者，现场也透过头名默哀。5月19这天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的日子，了后的43年都是白色恐怖时期，有真侪人因为言论思想受到政治迫害，并间自2024年开始倡议，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国家人权博物馆嘛，在19这天举办纪念典礼，邀请政治受难者佮家属，也佮有关注人权和遵行正义的民间团体来参与。努力了20年，经过许多的朋友的帮助，都是外面的人啊。得到这么样的帮助，才让杜孝生这个名字重新被看见。以前都只有纪念228的受难者，现在我们白色恐怖受难者，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纪念的一天。只是很遗憾的，就是在立法院没有通过国家级的这个纪念日。为着卖互这段历史互世人放袂记，互政治受难者甲家属会当恢复尊严。文化部表示，有透过规划转型正义的场戏，互民众了解。亲像义工教会已经正式挂牌，也有拍纪录片，当地将故期嘛当地规划。今年也拍算推动国际人权电影节，嘛希望互中正纪念堂这个为权象征的所在，通正做人权教育园区。不是只有人权馆来做，我就把中正纪念堂，也就是我们未来想要变成是一个人权教育园区的这个场域，还有一个我们本身文化部拥有最多影片的这个影视厅中心，我把3个单位绑在一起，在台湾开始办这种人权影展。文化部长表示，希望透过无同形式，让愈侪人了解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来推动社会和解。另外，5月19这天，全国27个不羁遗址也开放民众参观。国家人权博物馆嘛有办人权史啊，甲纪念音乐会，希望和大众同齐明白历史的创伤，创造民主人权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准佑、林旭凯新北报道。高雄有说台湾头一间台语实验国小，南投即马嘛有机会，可能会设第2间。有南投县议员就建议讲，甲县内因为少子化可能荒废掉的小学，来转型做台语实验国小。南投县的教育处嘛表示讲，乐观其成。鹿谷乡的水田国小校长嘛认为，这是一个正好的方向。南投县目前138间国小当中，学生的人数无到30人的小型国校有20间，面临招生困难、搁停办的危机。南投县议员林友友建议，认为县府提早辅导转型。做台语也是客语的实验国小，互学校有特色、有终身的机会。在微型小学会使来顺利来甲伊转型并做台语实验小学。今仔日早起2号，阮上课听到。鹿谷乡水田国小是偏乡的国小，全校只15个学生啊，毋过台语的朗读表现真优秀。校长表示，学校一直真认真来推动台语的教育，家长嘛真支持。把做有法做转型做台语实验学校，对学校的招生也是有帮助的。尤其呢，台语是国家重要的语言之一。所以呢，互囡仔有法度传承咱古早人的智慧，对咱囡仔的所有的帮助也非常的大。我刚刚写才气扣买啦，很多语言都需要尝试嘛，就像英文一样啊，所以台语也一样的重要。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人口调查，平常时会使用台语的囡仔只剩7.4%尔，安怎会当提升台语的人口，成做真重要的课题。文化部民俗省议会委员杨志忠，伊提出一个日本时代的契约，伊讲这拢要用台语，较有法度看有。同意者是台语的写法，北京语无人咧写同意者，内底所写的语言，拢是要用台语落去解说，才较看有。如果这族群也无语言来讲的话，就无存在啊。这自然就无啊。我真赞成台语的实验学校会当做正经的教育。目前国内有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国小，就是高雄的板岭国小。南投一议员提出了这个想法了后，地方嘛期待未来会当在南投成立全台湾第2间台语的实验国小。记者安怡秀南投报道。下晡8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